后来，这个全台湾大罢免就要进入到第3阶段的投票。中选会6月20要来审定第一波的罢免案。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讲，第一波罢免投票的时间会伫7月70到8月19的某一个礼拜六。郭建明进前有预测，讲这个罢免的投票日会伫7月26。李进勇讲，7月26是选项之一，但是并无确定。另外，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已经下令要启动爱国者行动来反罢免。罢免王宏伟民团今入市场继续上岗。市政外口也个嚟到31号，也是当继续呼吁选民投下同意罢免。我也一直都在扫街啊。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职工，每一天不管是大太阳或者是下雨，非常感谢他们站路口来拜托大家出门投不同意罢免。31个国民党的立委面对着罢免的压力，无论是好天也是落雨，拢都爱徛出来邮票。目前由好卢玉玲、马文君柯哲怀罢免案已经补件完成，鲍坤琪、黄建斌、涂宽吉等等3案无接到补件通知，代表人数达到标准，预计就会进入第3阶段投票。再加上洪庭一个新竹市长高虹安甲其他拿赢立委，罢免团体经过送件日期推高，预计这礼拜完成查对罢免案有17件。这个月的20号。要召开委员会来进行审查，这一波我们审查的件数大概是在26件左右，7月10号到8月19号之间，这个6个礼拜六都很可能会是我们的投票时间。主席，朱主席已经下令启动爱国者行动，全国民党同齐对抗大罢免。第一站先来到桃园，和市长周善政讨论战略。主席特别到桃园来关心最近桃园的一些市政的发展，我们会特别秉持行政中立的立场，把这6位立委的这个对市政的贡献如实的呈现给我们市民，让他们有一个投票时的判断。昨日个朱立伦个拜会上北个首长，尤其是台北市立委李干秀和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点名伊的精神上危险，要安怎保钓每一个立委是国民党目前上重要的问题。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